刚开始婚姻的消息，会库欠货，婚姻的关火站为了招民众来去关火，甲当地这个摊价业者合作，免费请现场排队关火民众啉现地的这个地鸡精，而且佫另外传400包地鸡精，要互关火254民众，会员站能去补身体。规桶内底拢是上青的鸡肉，空出金色小粉粉，佮上青的地鸡精，加珍贵的地鸡精，全部拢是要免钱予关会民众啉。很不错啊。大家应该都要。你常常捐吗？不定期会捐。关会关了，身体感觉真虚，啉一杯现地的地鸡精，暖身也暖心。关250cc， 会使加炸一包地鸡精，回去补身体。刚好遇到这个捐血活动。我们想说用这个比较养生补气的东西来号召更多人来捐血，这样。业者大方送400包地鸡精予关会民众，就是为着要增加关会量。上礼拜6是我们库存最低点的时候，就是 A 型只有3.7天，总库存大概不到5天。连甲进前婚龄关会站的货库真欠货，敢若剩3天，其中上欠 A 型的货。关火站结合当地摊仔街业者做伙办活动，鼓励民众关火，嘛要趁民众放假，甲火库的量冲悬。